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毋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要来扩大，要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大家好，我是柯万晶，欢迎收看12月25号礼拜3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去年举办全国运动会，体育局历年将成果发表会中宣布，明年又要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市府团队会全力办理，努力提升设施，让选手有更较好的表现。市长黄伟哲嘛会积极争取，让体育部会使细在南部，打造台南成为健康城市。113年体育局总共举办2500场的体育活动，包括127项活动计划，配合台南市北举办台南马拉松挑战赛、台南历史棒球展览等等。每一个月几乎都有一个大赛。那我们体育局在有限的人力的资源之下呢，我们是希望把那个所有的运动赛事都办好。那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今年全中运台南市共摕下44块金牌，总共123块奖牌，是成绩上好的一届。市府将承办114年全中运，期待以地主队的屈势再创佳绩。厚植实力，努力让在软体、硬体上面能够让我们选手以及场馆都有更好的
这个准备跟表现，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这中等学校运动会，我们要花费这个33个场地我们现在已经都陆续都已经展开，然后已经都就绪了。市府积极推动体育政策，以基层选手培训、落实运动爱台湾2.0计划、活化运动场馆，以及加强国际体育交流等4大面向，做市政环境。全民运动甲竞技体育并进，打造健康辐射。嘛期盼运动部会当伫南部成立。不需要把所有的部会都集中到台北，因为第一个台北的面积比较窄，第二个很多中央的一些部会其实跟地方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来说，农业部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农业的一个区域是在南部，体育部也是啊，像台南的这个棒球，台南的很多运动竞技活动，其实如果能够来南部的话，那是最好的。明年的焦点亚太棒球场嘛将伫2月份完工了后启用，接续2025 WBSC U12 世界杯小棒比赛嘛将举办，台南有望会当成为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安平沙滩社区发展协会起入原地停办10年后，伫今年4月份恢复办理。社区长辈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特别举办感恩餐会，由长辈家己动手做料理，感谢各界对因的照顾。台南的碗粿、客家的老菜脯鸡汤、四川凉面，也则是韭菜盒子，大家无分你我，全部拢欢喜上菜。为了就是要庆祝齐如原地停办10档再度复办的感恩餐会。这是你们拿手菜了哈？拿手菜就这样，菜脯就这样。好香哦，我有闻到味道。这5年的米浆要自己磨，然后就是要用米浆磨，不是用粉的，不是用粉去调的。齐如原地当初是由沙滩社区发展协会经理事长何文正，伫咧民国96年成立，为社区长辈提供健康讲座、户外活动以及共餐服务等。后来一直到何文正落任后停办，如今由现任理事长黄崇伟接续办理。由咱的理事长柯明仁伊发起的，即个叫阮创造齐如原地。阮咧每个拜三早起9点至12点半，拢有差不多50-60个时段来遮聚会。然后阮会办健康讲座、健康活力操、DIY， 各每3个月传出佚佗一届。因为阮理事长柯明仁伊讲你来的时段啦，65岁以上当做家己时段啦，也是阮金城里的人文活字典，也是阮金城里社区珍宝，所以我们对时段即个，阮会搁较加强。咱办这个活动对阮遮社区的时段人，拢有一个帮助，会当互因出来外口交朋友，互因出来遮嘛袂无聊。安平区长萧泰华也特别来到现场，感谢协会以及金城里对着照顾长辈用心。感谢里长对上任之后，对我们整个金城里的一个周边环境包括说也结合我们那个民宿来一起来整个我们环境的一个做整理那尤其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共餐的也相当的一个投入非常多一个心力那这边我们里跟社区是一起合作的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能够做好，那借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善举能够提升我们社会的一个正面能量齐如原地的长者平常时有50多位参与，相关年龄是这位90多岁吴阿嬷。这长者分做7组，各自准备拿手的菜肴，有台南传统美食碗粿、蚵仔签、素心汤，嘛有贯穿美食凉面、水饺、韭菜盒子。另外，安平建平社区烘焙班也提供西点。领着二空凉面创办人张长寿也当场办了，请大家品尝，展现社区之间好情谊。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管路局以台南400有声国际为理念，展现今年度丰富的成果。其中建设投资方面，得到中央协定的4.9亿元，来全面建设台南虎头埤等3个所在。市长黄伟哲也表达台南要拼观光的决心。
2024年台南400是精彩一档，尤其观光旅游的部分，伫运河游船吸引民间投资1.2亿，带动运河水域欢迎相当使人期待。另外，伫建设投资顶面，观光旅游局8月中新增加风景区营运科以后，未来就是推动中央核定4.9亿外水影蓝营计划。全面提升德源比、葫芦比甲虎头比的两个体等相关发展。虎头比是台湾第一水库，那第一水库的美称除了水跟绿之外，那透过第一水库的这个名号除了做硬体建设的更新之外，例如我们这个环湖这个4.6公里的这个步道的更新，全国露营区的总更新的这个车路露营区的新建。以及这个钓鱼区的这个规划，还有这个全龄化地景等等的更新规划。那在台湾第一水库做这个水印蓝营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计划的实施也呼应我们一个旅游局的这个营运科的成立啦。市长委托嘛肯定林国华所率领团队的用心，期待让台南观光持续登上国际舞台，拍响台南城市观光的品牌。过了 COVID-19 2年多，旅游业都很萧条，我们都知道。因此呢，事实上能够有这样的成绩，都谢谢各位旅宿业者以及工协会的努力。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加油，希望打造台南成为全台湾甚至国际友人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的第一品牌。伫政府甲一个工协会等民间观光产业的全力协调甲推广，期待新的一档，互台南迎向观光新的高峰。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台南有13万的客家人，南西区是因上早生活所在，经济经营是因上重要的经济作物。这届市府客家委员会整理南西区的历史。出版梅花绘本，要让大家看到客家文化伫台南的发展。为了整理台南南西区客家历史发展所来出版的南西梅花绘本，正式伫客家文化会馆发表。我们梅岭的梅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那它早期它这边叫香蕉山。这边的聚落是很早期，我们客家人到台南之后最早期来台南落脚的地方，所以相关的这个作物，从香蕉、龙眼到梅花，都是我们客家人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发展。这本绘本的学名做《南西梅花》，其实作者将梅花比喻做客人，同时嘛对主角桂春的角度，讲到身为台南南西客人的成长甲族群认同的故事。我是用梅花呢来代表南西的客家人。你看那个南西那个梅花的树干是不是比较粗黑离黑？那代表客家人辛勤的身影。另外呢，你看那个梅树开花的时候，它的花呢是白白小小的，我把它想成是南西的客家人，想成是客家人含蓄芬芳的那种象征。香蕉山，然后梅岭，都是在南西历史重要的一些景点，它也刻印着客家族群打拼的一些足迹。为了加深大家印象，绘本内也用立体设计，将故事的地景嘛立体化。同时对南西区有详细了解，就在这本绘本，让大家对台南客家历史、文化甲景点有深入的认识。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23号，台南市政府甲宗教团体做伙举办2025跨年龙井祈福记者会。市长黄伟哲甲发起人蔡宗生以及天大董事长徐国润等代表共同龙井，为跨年祈福活动揭开序幕。
游民间团体伫6年前发起的跨年夜卡景祈福活动，已经渐渐成为台南具有特色的跨年活动。尤其响应宗教团体是相当的多元，包含道教、佛教、基督教甲天主教，大家共同伫年末尾声时刻，做伙敲响钟声，共同祈福。望所有民众伫新的一冬，拢会当风调雨顺，百业兴盛。这是最好有意义的活动感谢各位咱所有宗教的领袖来参与来号召咱所有的宫庙、咱的寺教会、教堂会当来做阵来响应，显示了无共款的宗教。有共款的心愿，过共款的年，头顶都是共一片天，所以共同为咱的国家、为咱的城市、为咱的社会、为咱的社区来做阵祈福。发起人蔡宗兴表示，卡景祈福上大意义是在于提升台南优质宗教文化，减少鞭炮释放。透过活动结合地方艺文表演团体，以及甲街头艺人合作，来甲乡亲同欢跨新年，互庙埕变成舞台。对未来的愿望我是希望讲，会当咱以后咱就一个庙埕，一个舞台，一庙一舞台，咱会当结合咱在地这个少年人。比如讲，阮隔壁即个台猪的因祖囝，做个迄个牛排奥运，互即个因祖囝来咱庙埕来表演一下，来甲乡亲来欢喜。我感觉这是种一个小小的活动，毋过会当互乡亲，一个足大的快乐。去年咱台南400即个效应了后的时阵，今年所有真侪宗教团体一直主动，来。咱俗语讲叫做敲碗啦，来主动来讲，想要互即个活动佮继续延续落去，所以今年，咱嘛将近伫要200间的宗教团体来参与。民政局长蒋玲芳表示，2019年由民间发起的跨年夜卡景祈福，一开始是由中西区的志福宫、庄福宫、旧福宫共同举办。希望会当互民众伫参与卡景祈福取代鞭炮声，后续逐年有寺庙加入响应，接续透过市府甲民间携手合作，陆续有愈来愈多宗教团体参与，望借由钟声凝聚台南各界，打造以多元文化跨宗教的台南跨年风格。欢迎市民大众12月31日暗时来到台南卡景祈福，做伙伫主时一刻声静台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永康国小今年得到水土保持区学校推广示范基地，除了用地下室空间甲绘本打造趣味水土保持基地，也甲农会合作开片菜园种菜头，就是食农教育。学生们走进菜园里，将2个月前种下的白萝卜做采收。这里是台南市第1间公立学校水土保持推广示范基地，就设在永康国校，有食农教育的功能，小朋友可以认识在地的传统特产白萝卜。很好玩，因为第一次拔的时候，我们要先转一转，然后再用力拔上来。食饭配永康菜脯。爱欠钱带台湾水果，永康区农会遮辅导遮农民有种这个菜头是顶港有出名下港有名声。另一头把铁卷门打开，原本闲置的地下室空间变成水土保持的教育教室，以水保署出版的绘本为设计构想，规划游戏关卡，包含地震成因、坡地维护、防沙设施、土石流迷宫与大富翁等等，认识咱台湾这个土地重要性，要怎好好做水土保持，让咱的土地当永续的使用。所以阮来推这个区学校这个活动。今年都目前是校内推广，咱市人明年会当校外做校外推广的部分，就是讲咱会当做电子化上网，会当互其他校会当参考做食农，包括水土保持。包括咱讲防灾，这拢是一个最好的当互相结合的一个课程。水土保持与防灾相辅相成，更与食农教育密不可分。学校未来会做阶段性的课程规划，让这片场域的运用更加多元之外，也要把永续概念向下扎根。记者杨胜怀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市今天对进行成立。
桃园市长张善政亲自为6只警犬挂上3级的一线山爪布章，请警犬协助警察团队守护桃园的安全。3、2、1，揭牌！桃园市警犬队正式成立，由桃园市长张善政为6位领犬员跟警犬挂上布章。狗狗们的还是一线3爪的3级布章，相当可爱。桃园市是6都当中第3个成立警犬队的直辖市。市长表示，有警犬的投入，将协助桃警团队在日益复杂的犯罪形态中执行各项查缉工作，将能更完善的守护桃园治安。今天对于桃园市的警力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桃园市警察局的警犬队今天正式成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首先要感谢财政部关务署支援我们警犬，还有新北市还有台中市的警犬队来帮助我们做训练。我们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犬舍到训练，到今天成军，动作非常快速。那么现在犯罪形态非常复杂，警犬对于我们查缉毒品、爆猎物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另外，明年的这个台湾灯会，我们也会用警犬在现场维护治安。相信说这些警犬加入我们的这个警力以后，我们桃园的治安会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洪玉豪队长表示，桃园的6只警犬都是拉布拉多，已经在国庆大典、青埔棒球场大型演唱会以及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等勤务现身，每只警犬可以服役4到7年。今年市警局的月历也由警犬队担任形象大使。犬只呢，训练有分侦爆犬跟缉毒犬。那侦爆犬的部分呢，我们为了配合重要人物、莅临场所或大型演唱会或大型活动，来事先来做防范盗猎物的勤务。那缉毒部分呢，未来我们会配合各分局，扩大临检或重要勤务，还有一些专案查缉毒品的勤务。警犬队的领犬员在3月举办招募，从上百名警力选出6名精英，录取率仅4%，通过严格培训、动保讲习等受训，才能成为专业的领犬员。队长也分享训练的趣事，侦爆犬侯雅就常常用无辜的脸欺负自己的训犬员，不时的惹出笑话。像我们的其中一只侯雅，他的表情呢都是一副很无辜，很常受欺负的表情。但是其实呢，他老是在欺负他的领犬员，我们的沈世杰沈领犬员，造成他有时候在训练过程就被外界误认为说好像都是领犬员在欺负他。警犬队正式成军后，将协助桃警团队执行各项查缉工作。他们的鼻腔内有超过3亿个嗅觉感受器，是人类的60倍，嗅觉灵敏度最高可以达到人类的10万倍，甚至可以分辨出1万种气味的细微差异。未来也将陆续投入2025台湾灯会以及各项大型活动，协助缉毒侦搜及反恐防暴等治安维护工作，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安全。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桃园龟山凤茶面休闲农业区有一间农村咖啡厅，看出去拢是田甲树啊。店内虽然咖啡甲茶拢是在地生产的，不过才等有假日才会开店。对伫镜头，咱做伙来看卖。大家坐在户外草皮区，享受咖啡香跟自然的微风。仔细一看，这间咖啡厅不是在都市巷弄，也不是完美打卡点，而是坐落在龟山农村内。放眼望去，是绿油油的农田跟原始的山林风光，让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农村慢生活的惬意。虽然只有在假日才开店，仍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它的咖啡味道很好，然后它的甜点我觉得是很好吃，就是很酥脆的感觉。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好，你可以坐在这边欣赏田园的风光，然后看一下日落。而且这边本身休区其实推广的还不错，所以因为我本身是龟山人，所以会蛮想带我的家人跟小朋友来。一般的咖啡厅比较是追求所谓的完美的那种打卡的感觉，可是这边我是喜欢它的追求大自然，因为带小朋友来可以就是看看田边有什么景色啊之类的，其实它是比较接近原始的那种自然的感觉。老板林世玉的本业是造访工程，家里也有务农，想要进一步推广龟山在地的好茶、好咖啡跟农产品，因此决定在农田间打造独特的农村咖啡厅。在地我们是农村咖啡厅，然后在我们这外面可以欣赏我们的田园风景，然后我们里面有我们的贵妃的桌子、贵妃的椅子，可以在里面静静的在办公、静静的读书。然后在我们
的咖啡厅里面，我们的咖啡是我们农村里自己种的咖啡，还有我们的这边可以让我们农村附近农家可以在这边摆放他们自己的商品，在这边聚集一个好的小市集。咖啡厅位处龟山丰茶米休闲农业区内，不仅可以一览农村风光，还可以实际走进田里体验农事，还可以欣赏灌溉水渠跟池子。店里使用的都是龟山自产的咖啡、茶跟米，让大家来这里不只是放松聚会，也能品尝在地的好味道。咖啡是我们在地自己种生产的，自己烘焙、自己烤、自己炒弄出来的。我们的茶也是我们在地自己去把人工下去采，人工下去做，去把它生产出来。我们米也是我们自己人工自己下去种、下去采出来的。在我们这边是不敢说是有机的，我们这边就是无农药的去做法。就为了这家店是要让就是附近台北、新北、桃园可以知道我们的在地的龟山的好。世外桃源的环境，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最近我们这边有一个休区，也可以推广出去。另外，老板也结合休闲农业区的手作老师，每个月都有安排 DIY 课程，材料都取自农村内的树叶跟果实，可以创作结合大自然独一无二的作品。我就是把这些植物，变成一个植物创作很有创意的课程。那希望说我们休区里头除了有很好的那个农产品之外呢，还可以注入一些艺术的种子，让我们休区的有一个多元的风貌。最有特色是因为我都喜欢用树叶来作画，因为我们休区里头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树叶，那也有不同的种子哈，所以我都是利用这些树叶、种子、果实来作画，跟外面的作画是不太一样的。这家农村咖啡厅就在丰茶米休区，临近新北跟桃园，只有假日才开店。除了咖啡，松饼也是店里的一大招牌。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农村，远离城市喧嚣，喝香醇的咖啡，吹着田野的微风，享受慢活时光。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感谢您收看12月25號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柯萬晶，咱再會。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